继续来关心，昨昏有几个路权团体去交通部提出诉求，希望同行的机车卖当上高速公路，也有奥多摆禁止徛内线的车道，强制两段式倒弯等等这些规定都要废止。那交通部是讲，同行机车徛起伫国道，经过讨论了后，也是感觉无适合，不过会继续来观察甲检讨。还我路权！还我路权！真侪同行机车团体招车友到交通部前，用同行机车停满仁爱路到杭州南路口。其中今年10月，骑机车上国道5区翠山隧道路权倡议者，部落客通勤者一关，原来到现场停车友，放掉刷来还有正一步数，争取机车路权。我们会在体制内争取最大的民意代表来支持我们的诉求，同时我们一样也会实际的骑乘国道，跟社会大众做沟通，说我们上去是危险，我们并没有飙车，而且我们骑上去的时候也完全没有超速或者是其他的违规。民间团体提出3大诉求，除了要求交通部让同行机车上国道，再来是让同行机车会当停机车停车格，另外要求废除内面车道禁行机车，也加强制两段倒弯的规定。交通部回应停机车停车格也有两段倒弯，会请等政府研究试办，但是上国道暂时无时间表。交通部长期以来就用歧视性的交通政策，把这个我们很常使用的机车运具排除在主要的运输系统之外。重机的话就会还在跟各单位沟通嘛，停车格部分就是请各县市去评估一些可行示范的计划。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代表且民间团体陈情书强调，现阶段社会各界对开放大型重型机车行驶高速公路也无共识，要一步一步改善民众对大型重型机车驾驶人行为的看法，才来推动开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